一周激增65000宗。泰國新冠疫情再升溫。根據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公布，從5月18日至24日，全國新增65007宗確診個案，並錄得8宗死亡個案。1月1日至5月24日累積數字，確診總數204965宗，死亡總數51人，仍住院人數3544人，居家療養人數61463人。疫情最嚴重5個府份：曼谷12184宗，春武里4018宗，暖武里2891宗，北欖府2837宗，羅永2355宗。高風險年齡層30至39歲12860宗，20至29歲11298宗，60歲以上9887宗。雖然死亡率仍低，但每日新增個案數字再次突破警戒線。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呼籲高風險群組提高警覺，持續佩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。